喜發財，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心想事成，梗係啦，同大家拜個早年啊嘛！祝大家喺2026赤馬紅羊嘅第一年，樣嘢咧都係事事順心，樣嘢咧都開心，福星高照喎。嗱，今次呢個短片咧，同大家講咩？話明過年啊嘛，梗係同大家講12生肖啦。不過喺講12生肖之前咧，首先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咧。嗱，不停坊間都講好多啦，咩赤馬紅羊好驚啦咁我都聽到好多咧啲聲音咧就講，師傅啊，你嚇鬼咩？赤馬紅羊，喂，你話赤馬紅羊我記得以前嗰陣，當年幾廿年前嘅赤馬紅羊冇咩特別事喎，冇咩太大問題喎，你係咪講多咗啊？係咪有啲嘢你搞錯咗啊，師傅？梗係唔係啦，嗱，赤馬紅羊咧，當然要講翻少少歷史，唔係每一次嘅赤馬紅羊都一定有問題發生根據咧呢個丙丁龜鑑裏邊，佢都唔係記錄晒所有赤馬紅羊咧都必然有大事發生。咁當年佢記載嘅係一啲真係赤馬紅羊之間發生咗一啲世界大事啦當然唔係淨係我哋中國啦，出邊個世界佢都有略略咁講嘅。不過嗱，亦都喺呢度講啦，所有嘅問題。呢個世界有一句説話叫做有危就有機。當有危難發生，有啲人會捉住呢個危難嘅時間做到一啲嘢，令到佢哋自身嘅運程可以提高。喺個危難嘅時間，你嘅一個決定、一個嘅做法，隨時可以改變你嘅人生。咁呢個就係叫做機遇。喺我哋玄學世界裏邊，好多嘢都係講個機。個機嘅範圍太大啦，除咗機會啊、機遇啊。最緊要呢個字眼後邊講緊乜嘢？時間啊嘛，所以唔係一定所有赤馬紅羊一定有問題發生，亦都唔係所有人經歷赤馬紅羊咧，一定咧會有大件事會有危難嘅嘢，有唔好嘅嘢發生。不過嚟到九運裏邊，我哋不停點解要咁多師傅坊間咁多人都強調赤馬紅羊會大件事，其實都唔係什麼道聽途說，或者要令大家去迷信，要好驚恐、好驚慌呢件事。只不過就係話，今一次呢一個循環嘅赤馬紅羊裏邊，啱啱係喺呢個九運裏邊。而過往咁多年難道冇出現過丙午丁未天干地支嘅組合裏邊咧？其實係有出現嘅我哋講1至9運裏邊，總共180年一個元運，一個循環裏邊，我哋經歷嘅赤馬紅羊又何止一個啊？點都會有3個。咁係咪每一次都一定係咁啊？當然唔係，係要配合我哋地運元運。所以今次嘅赤馬紅羊九紫離火，先至係比較需要大家去緊張去留意。仲有好多時都係只係講得嚴重少少並唔係要令大家驚慌，而係要大家有個警覺性要小心，因為呢啲時間呢啲年份的而且確天災人禍係比較多嘅。喂，提個醒叫大家小心，難道咁都係有錯？咁都係講緊係恐嚇你哋？唔係吧？我相信以你哋嘅胸襟，以你哋嘅智慧，唔會咁容易胡思亂想嘅。好啦，言歸正傳，講翻下一啲12生肖大家想關心嘅嘢。咁12生肖有咩問題？嗱，我會抽一啲12生肖裏邊啲個別嘅年份咧，就作一個提醒。我唔會所有嘅年份咧都講晒嘅。咁想知所有年份嘅嘢，梗係睇翻我本書啦。嗱，而家簡短地我快速少少同大家去講講簡單，希望你哋會有一個印象嘅概念啦，好冇？好啦，嗱，講到赤馬年份丙午2026，第一個講嘅梗係講屬馬啦。嗱，屬馬嘅朋友咧，有2個年份咧就需要咧大家去留意嘅，一個咧就係1942，一個就係1990。嗱，贈你哋一句：事業有挑戰，凡事小心。嗱，呢2個年份屬馬嘅朋友，佢正值咧就係叫坐太歲，所以記得我呢句説話事業有挑戰啊記緊啦。好啦，跟住到屬羊嘅朋友啦，嗱，又係有2個年份需要留意嘅喎，係1979、1991，壓力大，感情有挑戰。嗱，屬羊嘅朋友注意啦，你哋壓力都好大嘅喎感情又有挑戰。2樣嘢可以話有關，亦都話可以冇關嘅，自己留意啦。講到屬猴嘅朋友，1968同埋2004，咦，
幾後生喎，係啊，幾後生，啱啱好啊，出嚟社會做嘢，啱啱讀完書，小心啦，理財要小心，工作啊變動會比較大嘅，咁注意呢啲事項啊，唔好到時自己吃大虧咯喎。好啦，屬雞嘅朋友，1969、1993，喂，贈你一句啊，別樹一格。喂，唔係賣樓盤廣告啊，係你哋真係別樹一格，大家大利，恭喜晒啊！好啦，到屬狗嘅朋友，單挑一個2006，嗱，好好地同你嘅伴侶好好，大家互相相隨，勇往直前，好多嘢就可以過去噶啦。好啦，屬豬嘅朋友，1959同埋1995，嗱，所有嘢有商有量，突破困局。記住啦，唔好淨係靠自己力量啊！屬鼠嘅朋友，哇，精彩啦，都講好多啦。屬鼠嘅朋友咧都比較麻煩嘅，係咪？邊一個年份比較麻煩？聽實啦，記緊啊！1972同埋1996，控制行為下，收穫就會滿滿嘅啦。記住啊！到屬牛嘅朋友，1949、1997，冷靜分析，笑面迎人啦。咁自然好多難關麻煩嘅嘢就會迎刃而解噶啦。記得啊！到屬虎嘅朋友，單挑都係呢一個1962。嗱，你精力充沛，好多嘢咧就心中有數。不妨加油努力。到屬兔嘅朋友啦，1963、1975，喂，身經百戰喎，放心啦，就會走向成功噶啦。記緊啦。好，屬龍嘅朋友，1964同埋2000。炯炯有神嚇，見解獨到，加油啊！好好把握，唔好嘥咗呢個特異功能啊！好啦，最後到屬蛇嘅朋友啦，1953同埋1989，理財有道享受成果記住啦，嗱，簡簡單單好概括地同大家講12生肖你哋要記住嘅嘢。咁當然啦，如果想知道更詳細咧，更多。記得啦，做會員訂閱我個頻道同埋 share 出去，咁咧更加詳盡、更加詳細嘅12生肖運程同埋一啲解決嘅小方法喺裏邊就會聽到噶啦。最後都喺呢度祝大家喺2026赤馬之年，大家都係節節上升、步步高升、開開心心、快快樂樂。記得再留意我嘅頻道，下次仲有啲咩小貼士啊，有啲咩分享啊、玄學知識，再同大家講啊。今次講到呢度先，拜拜。